Amber， 今日咧帶大家嚟睇一睇珠海而家賣得最火嘅第4代住宅啦，自帶呢一個華為嘅鴻蒙系統嘅。我哋而家可以感受下咧呢一個華為嘅鴻蒙智能系統。找一管家打開窗簾。好的。一樓就做架空層，有兒童樂園啦、電競室啦，同埋瑜伽室，仲有戲院。而家咧就嚟到呢一度嘅兩房單位啦，係76平米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咧就係交樓標準嚟㗎啦。嗱，睇到啦，呢啲台凳啊，包括呢一度嘅家私家電，見到嘅都係包含喺入邊㗎啦。真正嘅拎包入住啦嚇，做到。包括出面陽台嘅呢一個洗手台啦，同埋呢個洗衣機都係俾到大家嘅。如果大家咧真係感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快脆咁樣留言私信我啦，因為年底咧係可以有到一啲優惠俾到大家嘅。咁我係自做有得資產嘅 Amber。